大家好，我係第十世界原來我得嘅文化協眾中心我得你都得得獎者梁曉晴，就等我同大家回顧一下我呢個7、8、9月頭都發生過咩事啦。Let's go！我哋第十四屆嘅頒獎典禮喺今年嘅7月13號順利完成，而呢個頒獎典禮都係由我哋後生仔女一手一腳去籌備，所以對我哋都意義極重。而喺結束之後，馬老師都帶咗我哋去食一個好味嘅晚餐。馬老師亦喺晚餐期間，希望我哋有一個意義嘅交流生活。喺未收到有寄宿家庭嘅資料期間，馬老師都好好為我安排咗查督撐嘅義工，令我獲益良多。當其餘嘅同學仔都收到寄宿家庭嘅配對，而我仲未有嗰陣時，我都感到好緊張同埋焦慮，擔心究竟我可唔可以順利出發到。但好彩喺8月尾，終於收到寄宿家庭嘅配對資料，而亦都會喺9月頭出發。原先我嘅心情有幾咁想出發去美國進行交流生活，但當要即將飛去美國嘅日子越嚟越近，我都越嚟越唔捨得屋企同我屋企人。因為颱風嘅關係，原先9月8號朝頭早飛往芝加哥嘅飛機變成咗9月8號夜晚飛往三藩市嘅飛機，所以都令我多咗時間陪我屋企人食個午餐，同埋我屋企人送我機。雖然我好期待美國嘅交流生活，但係喺上機嗰一刻，我已經開始好掛住屋企，甚至喺離港大堂，我仲抱住我屋企人喊咗好耐。所以呢個都係我一個課題，就係如何唔好咁依賴屋企人，變得獨立。經過18個鐘嘅飛機，我終於嚟到 Milwaukee，Wisconsin， 而呢個地方將會係我嚟緊呢9個月喺美國進行交流生活嘅地方。喺一落機，我嘅 hostman 帶我去佢哋當地嘅鋪頭去參觀同埋買冬啦。佢十分之好人，我哋仲喺車裡面傾咗好多關於我自己同佢屋企嘅事情。因為佢哋屋企好近湖邊，所以帶咗我去食下冬甩同埋傾下偈。喺第2日，我正式開始我喺美國嘅學校生活。因為喺香港，我大部分嘅課程都係用中文受教，所以第一日嚟到學校就要用英文上晒整日嘅課堂，其實對我嚟講係有啲吃力。不過好在班裡面嘅同學仔同老師都好人，佢哋願意去教我同埋幫我去適應全新嘅環境。好彩，因為我哋啱啱先嚟到學校2-3日，就迎嚟第一個全校矚目嘅盛事，就係 football game。喺呢度我體驗到喺香港完全唔會體驗到嘅活動，所以我同我嘅室友嚟自法國嘅女仔一齊去咗睇 football game。我哋亦喺活動期間識咗2個嚟自墨西哥嘅女仔，係一個好珍貴嘅回憶。究竟我係點樣度過我第一個喺美國嘅 weekend 呢？就係我嘅 host sister 帶我哋去咗當地嘅超市，然後竟然仲俾我發現到李錦記嘅豉油，瞬間有種返咗香港嘅感覺。之後當我見到出現喺我面前嘅塗改帶竟然標示住要100幾蚊港紙，令我瞬間體驗到美國嘅物價係有幾咁貴。因為喺香港我只需要用60幾蚊就可以買到1支塗改帶同埋10包左右嘅替芯。之後我嘅 host 就帶咗我哋一齊去咗食壽司，係回轉壽司啊！令我又仲返咗去香港食壽司郎或者元氣嘅感覺，真係好開心同感動。之後我嘅 host 就車咗我哋返屋企，然後仲見到一個好靚嘅日落。以上就係我呢7、8、9月頭發生過嘅事情。喺呢度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嚟到美國嘅呢個禮拜嘅感受啦。咁喺最初頭嗰2-3日呢，就因為要返學啦，所以就冇咁多時間俾我去掛住屋企啦，要去上堂啦、做功課啊，完全冇時間啦。最多都係抽時間同屋企人打下電話傾下發生咗咩事啊。但係因為呢2日都係 weekend 啦，星期六日，
所以咧就特別多咗時間俾我去 homesick 啦，就係一起身就喊啦，就打電話俾屋企人啦，就喺度講我有幾掛住佢哋，有幾愛佢哋啦。就因為我真係好掛住屋企，好掛住我嘅屋企人，好掛住我婆婆煮嘅嘢食，所以就比較有嚴重嘅 homesick。但係經過我同佢哋打完電話，佢哋都同我講好快就會適應㗎啦。畢竟呢個係個過渡期，所以我都希望我喺嚟緊嘅呢2個月啦，喺下一條片可以同大家開心分享一下，而唔係喺度講我有幾咁掛住屋企。雖然都係會掛住屋企㗎啦，但係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學校嘅生活啊，同寄宿家庭嘅相處點滴啊。所以我都希望喺呢度定下一個目標啦，就係俾嚟緊下2個月嘅自己就唔好再咁掛住屋企，同埋有嚴重嘅思鄉病啦。就希望係咁樣啦。然後再次多謝大家睇我呢個 video，好啦，拜拜，遲啲見。